侯昌明难掩悲痛之情，现在正忙着处理后事。对此他表示，尽管父亲卧病在床多年，但早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现在想想父亲也是解脱了，更希望下辈子能继续当父子。侯昌明表示，当年父亲被诊断为失智症时，他和太太曾雅兰才刚新婚不久，自己正全力打拼事业，太太则是当起全职家庭主妇。没想到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，一度让曾雅兰心力交瘁，还罹患忧郁症，最后逼不得已，只好聘请看护照顾父亲。就这样照顾了失智症父亲22年，不料14日却传出噩耗，侯爸爸过世走了。当时医师曾告诉他，失智症的平均寿命是10至12年，而且病况会越来越恶化，要他做好心理准备。没多久，侯爸爸已经认不得人，但他也毫无怨言地帮父亲清理排泄物，并说：“我小时候，爸爸不也是这样帮我把屎把尿吗？”侯昌明提到，救护人员当场问侯昌明要不要急救，他担心父亲恐会肋骨断裂，最后决定不救了。事后，侯昌明也有在脸书发文，感念父亲从小对他的照顾和帮助，最后更提到。